佢17歲同山下智久成立 GYM 組合，爆紅日韓泰，獲獎無數。佢19歲涉足演藝圈，成為泰國最具潛質男演員。23歲憑借命定天堂，坐上泰國電視劇視帝寶座，實力無需質疑。佢仍然不斷前進。10年前一部《浪漫滿屋》掀起韓劇風潮，今年佢主演嘅《浪漫滿屋》更創輝煌，泰國點擊率2億次，亞洲播放量20億次，開創泰國歷史上嘅先河，打破翻拍嘅魔咒。佢嘅魅色引人傾倒，佢嘅歌喉令人沉醉，佢嘅演技你我喝彩。佢就係歌影視三棲明星，亞洲新一代男神 Mike。好正爆嘅身材啊！我頭先咧學咗個泰文點講咧，就係 Chanaka。我哋一齊叫好唔好啊？試下先 ，Chanaka。我哋3、2、1嗌大聲啲，我哋嘅人氣天王就會出現啦，就係你哋想見嘅咪。3、2、1 ，Chanaka！ 有請亞洲人氣天王 Mike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我想知咧，我頭先講嘅嗰個 Chanaka 啱唔啱㗎？ฉันรักเธอ Chanaka。Oh, thank you， 我有冤啦。I love you too。OK， 咁啊，